呀，各位聽眾，歡迎落人到對嚟，邊嚟學見誒即禮拜我接你講90年代90年代popular TV series 係咩啊？Twin Peaks 係90年代啊？嚇對是 Falcon Crest 是咩 ？Friends 較晚啊！是 Friends 93 94 95時啊，是啊。對，你估 Friends 死我都冇見啊！你 Friends 係 feel 到成個，我都睇咗方式食嘅，冇錯。Friends 特別個出名嘅 TV 歌係咩？我俾幫。Falcon Crest 是8集啊！Falcon Crest 是8集嚟。特別我冇看。但係試是啦，但係試是8集幾本。但係試8集嘅啦，我諗細下年睇小學嘅，不，想是未睇小學，請未睇過。對。了 OK，咱當然接90年代先，咱講90年代，咱應該有較濟物件講啊。咱我特別注意看咧 forum 就一隻人實在寫濟物個咧。Chilipadi 哦，人講 Chilipadi TV show。Incredible Hulk 咧，Incredible Hulk 是80年代嗬。應該80年代啦。Sheriff Lobo。80年代。那叫 Sheriff Lobo。Miami Vice 對嚟啊。你0210人講 Beverly Hills 啊？哈，對，係你對而家90年代啊，係你。Beverly Hills。The Nanny。Ghostbusters 對 The Nanny 對。Ghostbusters 是80世。係咪巴蘇？Ghostbusters。哦 ，Ghostbusters。1990是 Jurassic Park。1990所以就plastic 啊，就是阿龍。唔是我冚字，我話你話，就是路。話等人啊！即係我嚟應該講我90應該就係講暑假食蝦米，有蝦米嘅數，就係興食嘅。食啊！食有蝦米嘅90哦，就係迄時有來有新年嘅 start 㗎啦，有啊。就是咯 ，fast food。梗係知啊。是 fast food 應該是sushi。哦，sushi 啊。sushi 經嘛，人家是生 sushi。哦 ，handphone 大哥大。handphone 最滾大哥大。OK，佢只 VCD 啊。LD。哦，大地 CD 本 ，before 咱去 LD 先，咱是 CD。Laser disc 嗰後就是 CD 先。對 ，cassette 嗰後佢 CD 攏會記。我唔知啷個去過，我係咧當金是，我係咧唔知係咩啊？嗰啷個食物件為是得咯啊？特啲 shit，busy，咧特啲我跟你 drive 去接落去下邊，佢自己唔知是新色，唔是新色嘅。咩啊？特啲。到底係咧位係啊，係咧是 Citibank 啊，唔是 Citibank 啊，無啊搞 Citibank 會關啊夾無個貴來淡薄，下邊有一間成個大間嘅，哦，當然咪娃娃山啊咪骨頭水乜個得㗎啦，定住啷個啲 podcast 啲 blogger 做嘅位啊，攏對㗎啦嘛。你講個年紀啊，下邊有一位咪碎 CD 嘅。有攤碎 CD 嘅，你換隻厝嘅落浪咧，細條咧，佢已經我幫個攞到啲海堅，有攤碎 CD 嘅。我知道路呀。Digital audio。嚇 digital audio 我攰住企，我就到路呀。特別依個啦，阿毛掛嘅係按照講啊，係 classical music 啫嘛。哦，哈，對，伊無攤碎燈人嘅對。不，我是講你 idea 啦，碎 CD 就好笑，碎 CD 哦。呢個特別樣，係你唔使佢開嘅隻嘅嘛。嚇，對個隻個 scratch 掉，個幫嚟 scratch 看，冇幫嚟隻個 scratch。我當時我夾去興是背機幫到啲 disc player 裏面咧背機夾出來啊，當時。MP3 出係應該是跟超過像 Rosette 知唔知啊 ？Roseanne 啊 ？Rosette 啊，你一個查甫。我唔知 Rosette 是。Joyride 啊，跳 Joyride。哦。
这是咩？好似講自真咯，係 D 四下先。咱邊咧頭一間賣 CD 店是幾啊？頭一間賣 CD 店落啲邊領啊？我在邊咧頭一間賣唱盤是迄一間店啫，頭一間唱啊。盤我食嘅唱盤。啊對，頭一間應該是唔知70年代是開店嘅，70年代店先開店嘅。頭一間日本開嘅，唔是，一本是頭一間賣 CD 本嘅我會記。唔知喎，多一個。春晚會。香港是結嘅，哦，春晚會講要貼起啊，一邊嘅你春晚會。綠島綠島應該是邊兩頭一間賣安尼款嘅物件對咪？伊是賣電器嘅，是賣唱歌。哦，伊是賣 music 哦。你講賣 CD 啊、cassette 啊物件啊，伊應該是邊兩頭一間嘅。哦，到最得落，你講春晚會啊？嚇，春晚會內邊。春晚會內面咪是特啲係咧香格拉對面啊。對。哦，我唔捌去過嗰邊，我冇咩識春晚會 actually。最哋去過最隻手機邊嘅話咧，係聯絡話嚇，係如果佢做戲，我做戲加上。嚇，對你講過。嗰個人家人會記阮嘅王菲。哦，對，等陣咪請維維娃娃啦，維維娃娃是王菲嘅替身嚟嘛。出去了。伊就會走嘅，伊個我都會唱。講伊個我唔知係背。我等陣我計講啊，係咪冇唱過咧？王菲。冇唱啊嘛。明年個 concert 個。哦，一個水哦嚇，當今。啊。係啦。真。伊愛開 concert 啊嘛，唔是咩？當今咁樣講。伊少幾耐件啊？耐件啊？我嚟查波。內集咯。OK，哎呀，大媽這是80年代誒，係咪物件 incident？ 80年代我唔未記講係你滴滴機哦。係你哦，game 冇錯。係 game 啊，滴滴嘢細細粒嘅啊 ，candy 嘅超嘅啊，細細粒。搞到你話地冇乜講過。啊，對，但係滴滴機是個 game 冇上哦。冇咩想啦。滴滴機是係咪你講下？90年代是。滴滴機是咧，係你 Mickey Mouse 先嘅女啊。Mickey Mouse 先嘅女，係咪是 Game and Watch 咯 ？Game Watch 啊，哦。啊，對，索當啊 ，octopus。索當啊，喺你索當去，喺人去惡劍咩？索當去掠伊。啊，對。90年代是 Tetris 咁，90年代是喺你 Nintendo。任天堂。Mario，對，我冇睇到 game，Donkey Kong 是90年代。Donkey Kong 本是90年代。actually Donkey Kong 80年代就有咯，我係記。because 我小學時朋友講起，伊是金色一內 screen 嘅嘛，定面啲。有 color 嘅嘛，有你。特別 actually Donkey Kong start 是到啲 TV game 先嘅 video game 是 start 到啲嘅 portable。超嘅迄種嘅 Game and Watch。哦。Donkey Kong。我以前攞餅嘅我有嘛，以前可能壓起來攞餅嘅嘛，一個是鏡 reflect 嘅嘛。哈，對。係咪你講？我能發一枚嚇。start 咗咯。我 start 咧。正當先 Nintendo 出嘅時啊，你咪去佚佗你 Mario 嘅 game 啊，你咪去咁打伊8點鐘考字咧。我其實邊啊，8點鐘考字，我唔知甩仔啊。我呢邊學類似嘢啊。啊，迄陣時無未俾對厝噶嘛，一個後。我想講樣 free 學類嘢都就。冇啦，喺學類嘅8點鐘考。看到伊我心想，哇！你好嘅學員，伊我唔知有睇伊我弟弟。看到我就講 free 嘅咯，點正考字啊？只係考慮啊，點正考字？我8點正考字。啊 ，Mario 先出嘅事。你有得？一個4樓嘅叮店咯。叮嘅店是90年代喎。對啊，90年代啊，都叮到嗰度興多，咁佢記即係閃卡咯。閃卡啊，會記哦。其實像 baseball 卡呢，特別是伊有像個。reflect 呢嚇，假啊，5百紙假一啲樣出來。glossy 嚇，閃卡，嘅笑啦。閃卡。咧啊我想到一個啊，特別我唔是80年代，特別是唔是90年代，是80年代。佢真係會記講，伊上個人去買落地嘅是，
你这是落地那边的是虾米？是落地边啊，係邊啊？伊那边有无相无相的 sticker 诶，你知道？伊无相无相的胶啊咪咧是你使有一本大本的册啦，你过来，伊咧是你打，佢特别 exchange 噶人，咧是 complete 一几本的册，伊胶无相无相的胶咧是你唔知夹住其他咯，是一个 price， 古灵高咩？伊是古靈個妙咩嚟啊？少膠嘅嘛。啊！你伊咧食個假黏落去破啊，變嘢變去膠唔解。你是古靈高啊，上面佢攞嚟摘啊嚇，阿蕉都摘啊。我唔知係咪記啊？伊一本我記伊冊是青色嘅，伊冊是青色。成個鐵金嗰啲啊，係咪鐵金？你係鐵金啊？白膠我人去撩啊，唔是，誒撩撩嘅啊，撩起來喎，伊是唔知你買係咪物件咧是。要夾 Kulingo 啦 ，everything 都俾啊，裡面有一條sticker 誒，你無相breed 嘅膠啊，就對到 Africa 嘅膠上面，你都俾吹到啲 check，然後打落去，然後 complete 咧是都談 price 嘅。我叫我談 price 貴咗啫。睇咩？佢你唔知寫一隻 plastic， 寫一袋嘅 bag，裡面有 pencil box 啊，有 rubber 啦，無相嘅破瓦嘅錢，可能誒 pencil box。雖然冇講就雜誌特別就珍貴嘅。係啦，哇！就特別不相嘅呀，別90年嚇。我唔講喎，我有知道嘅，我唔知是幾多年代，是90年代。誒，一包像皮囊嗰啲物件，然後伊裏邊有膠，我當時豆是隻膠。哦，我知，你翹一杯啊！啊，一翹一杯，但係上面去就，到落有攤杯就係物件變咧。閃地。啊，唔是啦，邊咧有攤杯，但係我同伊唔隨和咯。你成日隻咁背啊！冇伊膠嘅一杯佢就屬於有食嘅，係咯，伊是幾拿？伊是攞機嘅咧，foam 佢插落去咧點啊？foam 嘅幾拿？跟住倒起來，係咯，伊是 plastic 加食透明嘅物件，係咯，倒啲頭前。伊 propeller？哦，Ilan 對。一個大 propeller 啊，冇伊，啊是你別講嘅，伊歪起 foam 啊。係咯，咁唔知幾時叫過？幾時會？哎呀，個 nostalgic 呢？nostalgic。誒，咱佢講到啲80年代時，到底 reverse 啊，係咧翁美玲絲是哪一記哦1983，1983我會記。哦，1983你對。1983，陳百強絲啊？陳百強絲咋？是1990幾嘅，93還是93？伊先要加迄間黃家駒嘅嘛？特別一自殺是多一年啊，是80年代。唔是自殺啦，唔是自殺，一百病。是食安眠藥龜頭，食藥龜頭昏迷去了。特別伊上是啲攞去做假濟年唔知啊？有咩？啊，是伊講假濟年啊？看晚嚟9個月嗰時幾個月咯，就先要意思咯。喂，是咩？我記講骨長落嘅喎，伊上是困啲攞去做看嘛，真久嘅。真久誒！你是講佢哋啊羅文啊 ？Danny Chan、陳百強。Danny Chan 是單。誒，就是這個月死嘅嘛，白露就是迄個988，就是續幫伊掛啦，就是懷念伊嘛，就是伊即10月嘅嘛，10月死嘅嘛，但係我會記是93死嘅，真係是10月死嘅。哦，我因為人講三字頭就一明星死嘅嘛，三字頭 always。係咪三字頭係咩數？伊個1973吼是貓王加迄間李小龍死嘛，然後1983吼是翁美玲死嘛，然後1993就是 Beyond 嘅迄間黃家駒加陳百強死嘛，然後2003是咩？2003是張國榮嘛？梅艷芳。梅艷芳。梅艷芳。唔使你寫 report 咧嚇。梅艷芳咩？你寫 report。唔是20啊。係咪叫你講？2003唔是張國榮啦，2003唔是係咪啊？張國榮是4月1號死了，梅艷芳接落去2月31號就死啦。係啦，羅文兩年以來。雖然講三字頭是對迄娛樂圈嘅迄個明星是真啊笨蛋嘅一個數字嚟嘛。你看係咪是真笨蛋嘅嘛？我除掉啦，你Danny Chan 伊啲都做過17個月啊。明明是92年，昏迷93年咯，
有九十二年過過18號，係啦93年19號，就是第二。19號知啊。我係記是93嘅，而家 Beyond 因為 Beyond 才是9月、10月，something 嘅可能。你看黃家駒啊？黃家駒是唔是 Beyond 呢 ？Beyond 嘅啦。咁伊巴多到啲日本嘅 stage 係台灣嘅 啊， stage。依個咯。哦。日本嘅 stage。Same year 啦樣。哇！你這樣死啊！你。個有一個咯會記哦，80歲啦，逼到，佢哋硬講啦，改情晒，拽我人。啲嘅硬講啦出來了，搖沙搖時候離出來，改搞掉嘅。對，啲 paper 嚟 cut out 嘅。超級人意嘅佢哋。我其實咱都未學到啲咩啊？係都未學到啲 dictionary 嘅位，所以你個字條應該未歹去。唔是啊，伊困咯，幫伊邊個白白困嘅。哦。變態。或者阿妹調嘢。邊座菇啊？阿妹一樣啊，我只講阿妹調起來就夾哇。你話我講你可能好，你我唔敢。頭毛，等陣我會放喺條歌聲阿蕉。阿蕉叫我是物件我都要放是，甲我頭毛有關係。喂，我哪背？我冇講你王菲個。王菲。黃正文。王菲。黃正文死。等陣我看等我看這是我頭毛。哇！會到哪個？唔知啊。王仔係邊個啊？在。對。哦！Oh my god！ 有謝學我嘅。係啦，俾笑啫。OK。有謝，我當有謝。到估咯。人多匆忙。我都是掉啊。太緊張。我都是佢哋。你模樣。對我望。兩隻眼睛大了亮，我開始失去了主張。風吹得很好唱，一顆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馬路上，表面上很倔強，其實內心。來啊來啊來啊！來啊！愛得像太陽。阿妹。好可惜。Let's go。這種日子不好過，把承諾交給你，把微笑當作你，這怎麼也抓不住。來啊來啊來！哇！對你愛不完。來來來！OK， 這是我頭毛。佢真係就得冷冇一個頭嘅。哎呦，我頭毛成日啦，我個小英，我小英等等我學上。Oh my god！ 哇！你看我小英哎呦，是成一啲 mushroom 嚟嘛呀？等下我去日本。唔是 Center Parting？一部分 totally Center Parting。我 Center Parting 我有 Center Parting。Oh my god！ 這是張國榮嘅。Oh my god！ 你看我頭毛，你看我頭毛唔知你看到。You see shit。我未看到在後尾 background。快啲！你被丟出來咩？你被丟出來咩？等我搞。哦，看到這頭毛。上頭毛嘅嗬。我頭毛成鬼嘅咧嚇。哎呦，這是92年，92嘅事。等我看下。吹個半死嘅，有陣時就幾時。我去東京 Disneyland 嘅事，這是日本嘅事。我去日本呢度，哈哈哈！這身嚟看到只地啊，這隻你看是唔是只地？頭毛輕掉，我俾一，
你我把它 scan 起來好啦，我 scan 起來我放到啲 website。電了嘅是唔是？嚇？電了嘅啊？有電過啊？冇電咧吹呢。哦，飄嘅。你吹只用吹咧，咪頭前係轉起來邊一個轉橋起人哈，一時下對啊，一對啊，真係一對啊！我把隻個 scan 好啦。哦，我看到我狗菲菲嘅娃娃。拜拜啊！而家是。係咪拜？哦，係拜㗎啦。拜拜了嘢。嚇對。Oh my god！頭毛 ，OK，郭富城頭毛，等陣聖德巴丁嗰另外一種啊，我講吉姆卡吹嘅，唔是吉姆卡吹，阿妹卡吹。雞頭啊！雞頭伊後尾即是對住譚詠麟嘅 hairstyle 嚟，是譚詠麟嘅張國榮未記啊？你哋邊呢？嗱你Omega 是 Omega 咩？查某嘅時候就是講，咁雜波們就係我正當時留阿妹等他望咧，阿妹就啲轉移，對，伊就特別是伊唔是真係 Omega， 特別是出來邊呀，伊後尾就要尖一步起來嘛，伊成個隻眼卡穿就掉啦。啊！一尖係掉，你吹成個 Omega 係橋 ，and then 後尾 point 去我一玩嘅呢。我記我知道佢吹咧頭毛吹咁麼死嚇，去迄個小英店嘅咧 Bloody Goose Orchid Lady Orchid 嘅翕小英部 passport 嘅小英 Lady Orchid 當在啊，唔知個有成個是有本嘅翕小英舊英小英嘅。誒，斷緊了而家啷個了？冇啊啲 Lady Orchid，แล้วLady Orchid ตัวหลุดเนี่ยทำอีกแก Lady Orchid ตัวหลุด Lady Orchid 是ตัวดีตัว Lady Orchid ตัวดี Bloody Goose 有嘢 Bloody Goose 我係嚟 post office 入面嘅。等我叫 Vivo 話嚟講飛王菲呢就係 history 嘅了嘛。邊嚟啊？王菲嚟啦，王菲咁咪請王菲講緊嘅大話咯。嚇對，使講講嘅大話對。王菲啊，王菲 ，Vivo 話話。等。OK，咱講講嘅大話先，講嘅大話是，我想講嘅大話是 continue 啦，80年代 start 係90年嘅 start。90嘅 start。哦，90嘅 start。我是講講嘅大話，我就是講你。我冇看這樣嘅大話，我冇看。無聊呢。咦，我就是講看只好笑笑講我死。你係咧 advertisement 啊，一人重拍過人嘅 advertisement 啊。嚇，對，係你只好笑。乜啦？要自己 project 你嘛？佢有變咪當你真 stupid 嘅喎。咦，我就是講看，你知我第時間內 character 是少。Moon 嘅啲我可以記啊。原來我哋講下嘅啊。drag 嘅樣做。麥家。哦，麥家你最佳拍檔啊！最佳拍檔，誒呢一個係你下掉最佳拍檔是唔是張艾嘉誒 ？Yes。還是90年代？誒我冇，我就是講張艾嘉80年代啦。係了。你睇看最佳拍檔是90年代嘅。80年代嘅最佳拍檔。特別最邊咪當都啊？邊咪當都是90年代啊。邊咪當都是？伊只古本嘅喎，做家只幾廿年嘅喎。係咯。伊是 live show 嚟嘛？啊。AG 入邊有關係咩？你講咩？我睇未到。是90年代。AG 入邊有關係咩？邊咪當都啊？啊。甲邊咪有關係咩？因為呢句話是邊個嘅話嚟嘛？哦，邊咪是起來嚇，邊咪。特別呢句話是邊個嘅話嚟是巴哈沙落邊人嚟。哦，唔知喎，我唔知喎。特別未必有時用嗰啲話，未必 set 到啲邊個嘅咩？我就是唔知咯，就是唔會。我唔知我冇看。แล้ว即係咧王菲咧會話話？王菲 radio 會。伊會比我較早小王菲咩？等我問下啦，攞人鬥，攞人鬥下。王晶雯成嘅。係王晶雯。Hello。我哋 call 呢個。嚟攞人即係阿龍會 call 咯，看你知王晶雯嘅 history 啊，這樣。有事我唔知啊。OK， 就係王晶雯話你出一頭豆 start 喺香港出怪定唔知啊？以後冇咩叫咩？Shirley 啦 ，Shirley。搞。
我係咯。雪莉啦，哎呦，你們唔知咩？舍利啦，都係齋姐有啦。人在用換了幾道名，人在換了幾道名，雪莉咖啡呀嘛？唔是，伊黃飛是伊嘅真名，伊家伊細漢時有一個名個誒，唔知名唔知夏天嘅夏令夏面，勁啊！會長啊，人曾經是會長，OK？哦，下掉，放少少阿龍。你講會長啊，我唔知啦，你有聽過伊唱鄧麗君嘅歌？唔是迄一張非秘密之音啊，有早伊唱嘅鄧麗君嘅歌，你聽過？那個迷人小姐，看風從哪裡來，那個看古了呀。那個是簡單講，你是睇呢個有分別啊？迄種。會長嚟哦，會長嚟，有影是無簡單。China，較有談別啊啦，同見。他是咩？有啦，我學嘅嘛。係啦，到中國幾條路？係啦，你對來是嚇順便。哇，咁講啊，我真係極羨了咩？我愛去上海，我未去。哦，你唔是要去上海看一個唱伊嘅演唱會啊？我梗係希望會去呢，到尾做咩時間我未去咧？我唔知大到位大。水學到未啊？你學我仔女點成？我水學。baby 娃娃你去台灣看啦。不，台灣嘅貴哦。冇，你台灣未了啊！你阿龍參相咯，兩人 meet 到啲上海啦。你兩人 share。做我個講妹阿龍被換名了。你係話邊靚阿龍啊嘛？哦，咪即上海阿龍啊？冇唔是我係佢哋。哦，係佢哋。哦，唔對啊。我地處啊。哦，到邊靚阿龍啊啦。然後咪就係 organize 就係去咯 ，share 一 room。Next month 的事了嘛？next month 的事啊，你咪對嚟先。無想去看，無想去講嘅。我留啲注意入資料了。我等你，我要極閃。你做咩事未去？你做咩事未去？我唔知到位攤大。你不要去吹學校咩 online？你學我仔女自己，我吹上海嘅開站頭路啦，即係影樣嘛。哦。一個都倒吹，一個都倒吹。順路做古語歌數啊！會啊，順路做上海古語歌數啊！誒，你要錄起來，你知哦，攞去錄，你知道整個過程，成日坐飛機啊，咪咪嘅錄。嚇，錄起來啊！係啦，那個王 share 啦，你這個寂寞老師，寂寞老師現在不寂寞了咯，可以去上海看王菲嘅演唱會。寂寞老師很寂寞的一個人去上海看啊！誒，你咪講寂寞老師，寂寞旅程。喂，就是。喂，寂寞教室喂。我就是講你 blog 嘅寂寞教室特別人。寂寞教室啦，特別伊個 CJ 裏邊吼，一沓寂寞老師都知哦。誒，等陣你無講人聽講你 blog 談到咩物件？哦，我 blog 談到。加曬啊！石博推薦部落格，直播誒推薦部落格，直播可以拍攝，十你抄直播經典嚟，拍攝你抄拍別接中國嘅切片哦，未接啊？因為中國是完全未接嘅 blog 嘅。哦，哇呢？邊啲學根本未啊？誒啦，邊啲學緊誒？why 安怎會背 ？Because why domain 是家己嘅嘛，伊是 transfer 入去。我唔知做咩事，你嘅 blog 是我安怎本未接嘅。喲，就 blog。你嚟到上海啦，你對到王菲啦，你講講你嘅 blog 啦，你可以看啦，一本看未到，拍算，你特別 save 起來先。嚇 ，blog，blog spot 你嗰本是未呀？blog spot 可能你用 Google 啊？上嘅，我有用家己嘅 proxy 本嘅，我用交隻無上嘅方法，一本是未接伊 blog 嘅。咦，安怎呢？講 VV 我用 Google 嘅 blog 嘛，對啊？冇啊，用 blog spot。如果佢哋呢度俾解，咪講下佢 blog 啊，咪講下佢 blog 啊，咪講王菲。講王菲嚇。係咪90年代嘅時候，一啲硬咧94年嘅時，像你夢中人啊，哇！夢中人呀。
容易受傷的女人咩？一90年代那時，哦，90年代時我看上嘅感覺就講佢哋樂壇就是一人呢，第一啊，曾秀文是後來啦，曾秀文啊，crossover 你在林忆蓮加葉倩文，哦，對林憶蓮對哈，對，林憶蓮家長嘛，90年代，林憶蓮家長，四大天王啊，劉德華、張學友、郭富城、黎明，這個是90年代。對，嗯。黎明安怎嘢啊？定得能夠黎明背背嘢呀？呀。嗱，我講黎明背背是直接講嘅啊，定得。巴魯啊背曉咯。係咯，是咯。嗯。一路看佢依個黎明做嘅戲嘛嗬。跟住住。王菲嘅黎明。袁振霞。哦。啊，袁振霞。這個依家咩？正先呢？無線呢？大鳳凰。嚇？大城小事啊！大城小事我有看。我看咗當戲台入邊困去。戲台，嗰啲是戲台看是功夫版嘅，唔是咩？嚇，無看，你愛看就要看華語嘅，因為伊講話是用華語嘅嘛，正。你伊情緒不夠。我有 DVD。誒。所以 OK，你講下，大晚咱講下你四大天王咧是啊，個張曼玉，個一個今天晚上味道嘅咧叫乜名？辛曉琪。好，有我是別個都一樣。你背是乜嘢？味道啊，領悟啊，個一條歌。我未對啊。我有唱啊，看你卡拉 OK。味道就是第紅咧，個一條歌叫遺忘。嚇，遺忘我未記。你忘看冇？中國人講張學友誒，張學友有啦，大媽四大天王嘛。四大天王歌 ，OK， 四大天王嚟未？啊，即係張學友嚟未歌，話咩咧？出名。謝咯，阿摩啦。一個咩啊？千心啊，傷心的理由。啊，對。吻別出名。就是 卡拉 OK 歌嚟，吻別是。我知道啦，我冇實聽咧，我哋怪。我嗰時候就係講搞正係有一條歌真紅嘅，紅㗎，真紅嘅。係咪？有一條。每天我哋多謝。唔是大馬人講嘅係你了，唔是大馬人講嘅人嘅，是伊是有一條是你，伊迄一條歌真紅嘅，係咧迄出戲真長嘅。是啊，猜看 ，please。長真長嘅，是香港啊，是台灣啊，是阿摩啊？台灣呢？迄出戲真長嘅。苦心戀。唔是啦，90年代，係咧，條歌真正紅嘅，迄條歌紅甲聽到你本驚。煙雨濛濛，學科啊，唔是，唔是，你講伊就演嘅。萬里千山總是情。是90年代戲有法咩台灣嘅明星咧？特別是香港呀。台灣戲嚟嘅，特別一家等，你是咩係咩？別有呢個。阿星，我先啊，唔是哦。我講先 ，OK，你聽我講先。流星花園啊！你聽我聽。流星花園啊！台灣嘅戲嚟。蘇瑞潮嘅嚇，蘇瑞是80年代啊。呢是個人嘅故事嘅，係咧呢出戲咧是硬膠，連香港本。阿孫的故事。阿孫啊，阿星啊，阿星啊。台灣你講。台灣。啊，燈籠戲嚟，係啦。有重拍嘛？燈籠戲嚟。冇嚟特別講，佢年代嘅硬啊。你迄個年代真紅，係啦，連香港無愛看台灣戲嘅所在，本家來做國版。不，一家來一配音。連續劇還是電影？連續劇係真長嘅。哦，連續劇呀。我冇看過台灣連續劇。包青天呀。對，包青天啊。包青天就90年代只紅嘅嘛，94年咧嗰陣時。嗰時聽到特見過日本版打包青天啊！耶主題係有是新鴛鴦蝴蝶夢。哎呦！但我隨看咯，食嘅鏈球啊！我唔知。我唔知咧，一時我喺咗但後面昨日向那東流水。一嘅鏈嘅話，係咧，一個出江湖版、福建版、蝦米版換嘅就關佢呢回事。
特別佢一條歌就是學黃安硬咧，佢有就冇咧。我有一件就咯，一出一件就咯。呢隻 One Hit Wonder 啊，One Hit One Wonder Wonder 係你咧？一出你咁嘅講咧咱講 One Hit Wonder 嘛，就咧Rick Astley 係你 Yelly 啊 Rick Roll 呀 YouTube Yelly 啊。呢啲又是最攞大魚Oh my god！佢直接王傑咧，叫王傑。童安格，你是講童安格是哦？張信哲，我是㗎。你咪張信哲唔是 One Hit 八 Wonder 十年代嘛。No，唔是 One Hit Wonder，我上次想到。One Hit Wonder 是童安格，你講嘅咁樣是叫？同安耶利啊是咩？同安格喎。童安格頂多隻 Enda，特別當波達係啊。一家同安格唔是要出過專輯幾哪點嘅咩？有啦，有。啊，一家出名幾啲冇，按你無順樣，無順樣。係你 One Hit Wonder 是係你名面啦，同埋 Rick Astley 啦 ，Never Gonna 你 Rick Astley 啊。一天之星嘅嚇。係咪一天之星？出一條新歌。對，一片之星要對 One Hit Wonder，OK， 這條咯。Ready 啦，Ice。你舞嘅，你跳舞嘅歹看啦，你去看啦。這條歌，阿莫瓜呢？呢個阿莫瓜啦，阿瓜呢個講錯啦。一頭我特別頭我興嘅當然，特別一個嘅管嘅情況。啊，last time 咪是啊，佢咧情況。我講你聽 Lucky 講，Lucky 特啲錄緊嘅款，一條我做咗款咧，一條，一百幾成個話特別，一條唔會超呢，但四三咧。Recently 把 Luca 嚟新加坡 put concert 咧。哦，對，攞隻謝嘛，係你90嘅 pop star 嚟開嗱。Rick Astley 唔係 Tommy Page 啊 ，Tommy Page 去哦。Tommy Page 哪安怎啊 ？Last time 是 Tommy Page 啊，真正硬嘅嘛。那時我會記啊，伊來咁打嘅時候，我一個朋友用寫點一衫，大部分本點一頭嘅衫底下一簽名落去啊。我一個朋友點一衫其實無對來嘅衫，無正衫對住打巴。哎呦，真。哎呦，笑死啊 ！Tommy Page，佢一個大媽講 Vanilla Ice Baby 啊，是唔是係一條 One Hit Wonder 是？Ice Baby 是最出名咯，大媽快棒啊！吳宗憲呢 We could really use some extra cash. We can shut your bitch's mouth up. 即係拍廣告咧，線你特別係 YouTube。特別這個 Rick Astley 是 under Sony Music 哦 ，actually 啲網正格是冇通看嘅啫。Why？你話如果佢 YouTube 看 video 嘅，this video content from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country. So whatever 嗰啲 Sony Music 嘅話，就係看 video 嘅。嗱，呢條人嘅仔啦。呢條硬㗎。Really Ice Baby。Ice Baby。Alright, stop. Vanilla Ice 啊。對，佢一個攞到咗仔。阿蕉。呢是 80s 啊！哎呦，呢是 80s。80s 係。你幾棒我大媽？阿你硬，這個是 80s。這個 the sun是 90s the sun。I think 是。And the winner is MC Hammer. MC Hammer 是啊 ，90s 啊。所以係自己只興樣情嘅殼㗎啦，你看呢，燈籠嘅。對，當然對嚟啦 ，Don't tell me，Oh my god，我把看到。即 fashion 嘅，即 H&M 嘅 season 啊，把一啲是，然後呢咯，我看到我唔敢情咯特別。你幫落隻機入去嘅。
啊那，攞隻是啊，攞隻機幫你左右。伊是成個我人這邊美國咧，只人做 MC Hammer 是嘅咧只大咧，只大liter 針不是，咧300桶嘅抓都300係 plastic bag 啊，你內講你加內坑，你浪你烤落去，一時頂面你得大，你白起來就是成個 MC Hammer 嘅烤咧。你佢哋有時冷寫隻 plastic 落，只大啲 plastic bag 啊，一啲加內坑一全卡落去。90年代啊，是，我想話90年代講咩？我哋嚟這邊啊，90年代係你咧OK，得我唔係講過，我除掉你啩，啷個想到咩物件？我有想講東西，我到90年本真暑假。90年代本真暑假咩物件？90年代嘛，對90年代。有兩出戲我90年本真少，真暑假本嘅，我感覺瀟灑做一回。我直接俾你bắt到嘴，嗰部香港嘅電影嚟嘅，邊來是我？哎呦，阿 John。Here comes the bus, and he goes through a hole. 我非要跳。He's at the 45, the 40, the 35, the 30, the 25, the 20. The bus is going express. It's intercepted at the 50. Macarena. And we're going the other way. 10. Eric Pegram goes all the way for that Steeler. Ikio Macarena. Iki. Lambada. Lambada 是咯，Lambada。Lambada。Lambada 是誰咩？有可能是。冇唔知啊，等我 Lambada。Dirty Dancing。Dirty Dancing。1989。哎呦，提供什麼？89我等一下。咩名啊？啲講Lambada 咯。Lambada。一齊嚟download嚟聽啊。skip。你講去聽啊，我聽。夠辣。係咩嘅？夠辣咯。都好聽啊，都聽。誒，John。咁都咪做錄嗰時，比較乜做啲 show 做卡拉 OK， 一拉跳一條嘅。使啊，使啊。你真係佢出戲嘅啦，少你真係佢出戲是即係王菲掛嘅啦咯。王菲掛。等嚟瞧，瀟灑做一回。瀟灑做一回是1000文了。01年呐，不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個珍妮別拍啊！珍妮，珍妮他給本地震3粒人。他給本地震先集啊！但我講到瀟灑做。阿 John 啊，你知唔能從對嘅對嘅歌用瀟灑做呢個嚟唱佢啲啊？譬如我你唱下。嚇，你最唱哦？係啦。卡拉 OK 嗎？小句啊！等我隨看，攞嚟使寫嚟在你瀟灑做一回，在等人嘅字係嘛？等我係使台灣啊，瀟灑是 XIA。就我去買 Mac 啊咯。好啦，好。我買個件。俾我俾後用。用你係咩？你真係用你係，你用真係用你係。真真應用一，真真應用你係，你用你3支手仔夠了。瀟灑。咩貓啫？做。我帶到了。OK， 我大家放心都帶唔出。瀟灑是 X， 瀟是係你 XYZ 嘅 SIAO。OK， 特掉。卡拉 OK， 所以一個開唱。你到做一個卡拉 OK 啦，你 topic。有冇喎？tapi 會較慢嘅，你知哦。lag 呀。你唱加music 會較慢嘅。咱 recording 嘅時，係咪講 delay？就阿龍，哎呦，你是講那小歌呀？你是講那小歌呀？OK。有小眾小歌哦。冇咩一集啊？
吼嘿吼嘿吼嘿，梗好笑的，唔知做咩算。你头毛该碰呢？叮當唔知落型哦，還是是哦？當見看起來好笑，仲安怎唱？奇奇花一零，何時盡分明？何時是寫書競爭，岂敢後他人？你幾條會唱得了 ？Oh my god！ 你唱過，我未記字啊。是要就未記。你去路人的小哥啊！我小哥哈，叫乜字叫無愛無種類。哈這。你去吹歌詞來哦，然後我扮。我有啊，其實我不要讀，因為 sorry， 因為他吹的一個詞我不要讀，我其實做安尼古來他中年我不要讀一隻字，一字個簽。是，ยัง個叫我咪 nominate 我做你咪接觸咪畢業生，because 我做你邊啲學嘅呢？邊啲學不好，你話講得話你中年嘅逍遙嘅咪骨頭呀？yang because ยัง咪 compile 一個 list of 你成日有成日較特別嘅 result 話咪咪嘅咧，ยัง講邊啲學嘅嘅事嘛，所以ยัง叫我寫因為你有特別個表情嘅小哥。有時佢除咗出道嘅人啊，出世嘅，出名，成個話你出名，嗰條個人拖路去買飛機單係出名。瀟灑做一回，好笑。你講咩個呢？講咩嘅歌星？點解我係叫王傑呢？我係抄一個詞，到底我係搞字會抄一個詞。啲意思非常年代啊嘛。你嗰90年代嘅事啊。嚇 ，Hello。嚇，講90年代係咩？90年代嘅時有，我唔รู้讀中學時嗰陣時，安怎講？你頭先講起了未？佢哋成日講 games 啊，係咪物件你講啊？你 Game and Watch 遊戲機啊？嚇？泡龍。係啊，咱定個有佢哋係咪 ？Game and Watch 嗰陣時就嚇，即係嗰陣時就。冇，係我諗咁樣講掉，你咪講咪關係咩 ？Tetris。你睇到咩 game？啦 PS เนี่ย that time น่ะสิบ่ PS2 ก็ PS เนี่ยแล้วอีหาอันนั้นเขาได้物件咯รู้อ่ะว่า有迄時一關啊係一塊碟嘅插碟嘅插碟嘅แล้ว無久咧嗬แล้ว伊就出講係 CD 嘅แล้ว90年代嘅時本較興嗰種較大地 laser disc 啊laser disc 本是90年代頭啦，對，咱無講到 laser disc 個 laser disc 咪係水嘛？大地喎，大地。大地咧，一成平時嘅唱盤呢，一成唱盤。特別是露水 basic instinct。冇啊，特別我講聽我水 basic instinct 冇水，就是 basic instinct。特別係你 laser disc 嘅機咪真貴，一隻大機，隻大咧，我看貴本嗰時大地嘛，我看啷個叫啷看 laser disc 係咪去看到 laser disc 去看 Flintstone 我叫 Flintstone， 英雄本色。冇安尼看嚟累去買啊，係唔是？我全部我只有卡拉 OK 一個 laser disc。卡拉 OK。我看，我頭一道看到 Ponce 就啲 laser disc 看咯。我朋友嘅吧。你都I think唔知是第around 90幾年嘅時有較細地，嗰種細細嚟人嘅當機咪 compact disc 啊。VCD 啊。VCD 哈 ，VCD 對 ，VCD 到 Malaysia I think 97年、98年吧，如果 start popular 咯就，頭啊，碌記落 B 啊，嗬冇攤吹。我個想到搭出去啊，我看迄個VCD 嘅，
是喜宴。宴，好寡。老嘅先嘅。喜宴呢，我講聽一晚八，講有人 make out 嘅時，到啲樓推起時，我 rewind 嚟看佢一刀。啲偷球嘅。哈，對，偷球啊，對，別個，啦我 rewind 嚟看。一樓擺啲房間裏邊。哈，對，so hot 啊！阿俊 I think 咱 rewind，咱有隻戲，咱是 rewind 上手才來看，才知道嘅。係咪戲？無啦，我是講我假如有看你 rewind 嘅是上一句戲，上一個 part 來看上，才知道嘅。哦。誒，啊，這一啊，換阿囝講，在你接蹦蹦。乜睇啊？哎呦，乜睇？我時間看乜睇？就為之。好多謝各位，阿哥阿姐又同我哋捱咗60分鐘啊！各位兄弟姊妹有嚟，我哋同睇啦！謝謝你們的收看，下個禮拜六再見。謝謝你們，下次再光臨。Now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see you coming Saturday. We wish you have a happy weekend, good night. 開開心心講再見。Good night。咁就為之 very good 啦。因為我嗰時咁乜睇，攞住隨便乜睇，我看啊！哇！我冇你嘅看到 link。Oh my gosh, I love 乜睇。哎呦，我真係是咁乜睇。send 過嚟 link 嘛？誒唔是啊，其實唔對，其實唔是。乜睇以你？等陣我看看喎。等陣我炒魷魚。炒魷魚。哎呀，我好笑，真係笑，等我 check 下。夾豬之愛嘛乜睇？來，有索士奶嘅。炒魷魚啦。講呢個禮貌嘅配方㗎嘛，你個小令咧？冇啊，我全部話攞曬除話。你唔是啊？我俾看你乜睇，只係乜睇誒，即個小星救地球時候。啊，小星救地球。係嚟啦，小星撞地球。哦，撞地球。即係講嚟記咗聽嘅。TVB 啊，冇唔是，我直接除掉乜睇，我俾成日啲 segment 乜睇嘅另外一個林海海，我當你只是㗎。林炳文，盧海鵬，講起歡樂今宵啊，係盧海鵬嘅。我同你講下嗬，係咪？係咯，陣時我哋成日看一個小星撞地球啦，係咯，你特特禮拜啊嘛，我三尾而家冇人估嘅，最啲嘛90年代，但是佢嘅戲嘛冇人估，係咪講冇講上流嘅戲而家嚟辦啊？等陣直接讓到啲幫讓個講係咪湖南話？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佢哋講。哦，我是一隻小鳥。巴如人另外一間潮嘅好聽本啊，上一個歌啦。我特擺我比較，特擺一直條歌咪即心太軟啊，是音啊，我比較半音嘅軟嘅。軟啊，心太軟啊。我比較我看鄧蘭子，我上我往時唔知得這是軟，得這是音嘅，我攞嚟知。訂啦，我訂。你想是零啊？呢個訂。你想是零啊？訂下。仲有我除咗啦，不如學咯。係咪嚟？哦，乜睇啊？我除掉是演 movie。哦，得我俾看，我直接時間看乜睇。哇，都 movie 嘢邊啊？小星即係小星撞地啊！小星救地球，即係是嘢 trailer。OK，乜睇？你有 link 咩？我有 link，我幫你錄 Skype 咩？你 Skype 邊放嘅？OK，等陣。我冇，你講那 text 呢位？Hello，朱啊。我未喎，等陣。我俾 copy 掉。
我呢是大啲 China 嘅website 有。哦。等我 check 下，當結後啊，我點啊？小星對，預告片是 preview 下。trailer movie trailer。之後把多隻有。你幫咧？哦，但我看到，特別有乜睇咩入面？有乜睇？你做哪裡角色啊？哦，對。你個水呢？只雜話是住嚟林青霞。是啦，張曼玉。李美鳳。哦，個水可以。白鹿嘛是真水。是啊。白鹿有出來，真水本白鹿有出來嘅，真水啊，冇老。哦，李美鳳唔是港姐嚟啊 I sent you the send 佢未 ？OK， 等我 check。OK， 土豆也是 ，which one？ 土豆嘅。土豆嘅 OK。OK， 我就係看下土豆嘅，有嚇。土豆是台灣啊邊中國嘅嚇，版啊。慢冬菇。我真正快。如果冇乜睇我真㗎。OK 啊，等 play。我把隻攞起俾你學鍵bằng嘢時候，我bằng嘢 link 嘅啦可能。咦 ？Why cannot one？ China one。每個人都是生活的導演。拍廣告時候。冇啊，一隻 slow。乜太與你主持人小李 ，Hello 各位你好，又到咗你乜太與你嘅節目啦。想食好嘢，仲要 keep on 睇我哋嘅乜太與你。今晚呢個節目咧，我哋又要介紹好多新嘅菜式，包括咗你點樣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之道嘅。咁我今日呢個係佢。因為我未做，那時我特地香港，我見你 Halloween 都未做佢哋啊，乜睇？原來做幾個百嘅咧，係挺嘢係咪？我可能應該 continue 看冇人嘗試。OK， 看這嗬，土豆那邊有，冇，佢哋是上出嚟嚇，我實啲冇上link。OK，anyway 咧，使少打了。最啲 Q， 我以為娃娃你是做咩？四卜卜啊！又係到呢個乜太與你呢個節目啦。好啦，咁啊最近我就收到好多工商界嘅行政朋友咧，就寫信嚟問我好多問題嚇。咁佢就話而家就秋風起，就天氣就涼涼地，有啲乜嘢好食喎？咁樣問我喎。咁咧其實咧，我今晚呢個餸咧就介紹俾大家咧，就係對於大家個做呢個總裁啊、科文其他各位位高要職嘅朋友咧，就非常之有食療功用㗎。係啦，咁乜太咧為大家準備一個菜式咧，正嚇，叫做黨參爪牙燉冬菇嘅。爪子唔係爪牙，你就爪牙啦。係呢個黨。我叫我反正一個。我嘅呢邊嘅好笑，我是兩個人別記嘅周星馳啊，對，周星馳，人講成個話就周星馳。因為你是90年代啊，也是，嗰個人會記嘅。葉子楣咯，葉子楣掉，荔枝是90年代還是80年代？定荔枝是？荔枝是亞洲小姐嘛？葉子楣加葉玉卿，夠集咯。葉子楣啊，三級片。但是我說卡是嗰邊啊，有嗰個葉子楣大包啊，大包。今年有了嗎？有我想知道葉子楣大包呢？只有。OK 啦，咱們下啦，夠啦，咱90年代。霸王花，係咪霸王花？等佢接去，係咪搞笑？笑話係咪物件？比方咱看大。胡椒魚啊，霸王花。
吳君如啊，我是講吳君如本，個另外一物件就是講那個大環境我除掉嚇，除了你乜睇嚇，你是除迄個林海海好啊 ，please。林海海是迄個盧海鵬，歡樂今宵嘅，林海海，林海，你特別人趕去做，我知道我看唔知30集，我 rewind 來看，伊笑到我女。我真係個看笑物件。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本來再見90年代，咱這物件無講到 actually 90年代是90年代，咱 at least 講係你即個阿毛明星，咱無講到，有人講到 Tommy Page，係你但係咱想未到啊，係你頭毛一轉嘅呢。有一幫啊是一隻興一條歌啊冇怪啊。Paula Abdul 下掉，介你夾到呢？你 rock 嘅冇怪 zombie 啊。哦 ，cranberries， cranberries 係 zombie 啊。啊，對 cranberries 係棒嘅。王菲對嘅咯，就是夢中人。係咯，就是啊，夢中人是對嘅。啊，哎，我是個 cranberries 咯。我是個一噪音啊是。哦，你好。哈，梗係好聽嘅。你唱下。梗係 special 呀，唔係笑啦。伊是噪音，伊是破音。安怎唱？一直唱一句咧，王菲歌文咧，是啊。袂使啦。無互人聽啦，人唔知咱講咩。袂曉啦，你講實你。夢中人咧，安怎啊？好似餅啦，一做。安怎做？安尼。對。做啊！直接做，我知你會做嘅，明白嗎？你不做。唔係啦，做一句。一時勢啦，唔敢嘅。我唔敢。形象。行，你這4個你都沒有形象的，那保什麼？呀，好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我哋特別嘅邊就是無形象嘅先生，維維娃娃，檳榔嘅阿龍，大佬，阿蕉，南西家 ，hello， 等陣，你直接冇講掉一句話，冇講掉，鄧冷。等人一句話冇出掉啊！90年代時激啊即啊咯。OK，困一下。下禮拜再困了，下禮拜再見啦！下禮拜到底嚟聽我講，可以告訴，感謝，到底嚟聽我講我嘅經驗，拜拜，拜拜。